大家好，我係夏小月，腦運動言語治療 NSP 創辦人，同大家分享40年治療所做所知。1至3歲嘅小朋友想做好多嘢，但係發展障礙小朋友又未必做到喎。作為父母，點樣可以幫到佢哋，又唔影響佢哋嘅自主呢？我哋一齊嚟睇。雖然每一次咧，我哋嘅 topic 咧都好似咧一集講唔晒，講下一集，但係就引申咗好多唔同嘅問題。當然咧，繼續請呢位老師出嚟先。夏小月，1至3歲嘅小朋友，其實呢班小朋友係欠缺咗一種自主，然後去到就係自我懷疑，然後又被逼就係坐定定。明明我好想喐，但係我心理發展有嘅問題，然後我言語我又唔係好聽得明，我真係聽唔明嘅喎，我唔係假嘅阿媽。好啦，咁如果要處理呢班小朋友，我應該係要處理佢嘅自我懷疑，變成喂唔係，其實你都唔使自我懷疑嘅，你都可以有個即係俾佢有個話事啊，俾佢一啲嘅説話。係處理呢度先啦，係處理佢唔明人哋講嘢先啦，定係處理佢嘅腦神經神經系統嘅出現問題？咁多方面，我處理邊度先啊？神經系統，因為神經系統咧喺生理上面嘅嘢咧，你係需要俾機會佢喺個身體嗰度做負重啊、重力嗰啲運動，到嗰度會幫佢喺嗰條生理嘅線嗰度咧，佢建立一個更加好嘅自我喺個裏面啊，即係嗰個對自己身體嘅認識。而佢當佢呢一樣好啲嘅時間咧，佢會同時間可以探索得好啲。探索得好啲嘅時候咧，佢嗰個語言發展咧，你會幫到佢嘅。當然，如果你同時間你做一個言語治療去幫到佢去互相配合咧，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好。但係幾樣嚟計咧，一定係咁樣行先。至於嗰個自主啊，我哋作為父母咧，反為你去調節一樣嘢，調節你嘅諗法。如果你每一樣，當佢一做一啲嘅嘢就，哎呀佢又唔明我啦，哎呀佢依家又唔得啦。嗱，我哋對個小朋友有呢一個諗法嘅時間咧，你會好自然咁咧。你就算未必第一時間你執住佢，但係你個心已經執咗佢噶啦，已經係哇你唔好咁啦，你唔好咁走啊！嗱，我哋嘅呢一個諗法，其實已經對個小朋友咧有咗一種嘅影響喺度，即係其實我係唔可以咁話事咁樣騰嚟騰去嘅。我哋都要睇翻，作為父母有陣時佢騰嚟騰去咁計啦嚇，咁。我俾咗頭先個運動去做，但係你唔等於你一做佢即刻全部定晒㗎嘛。係梗係啦，係啦。咁佢合理嘅有時騰嚟騰去，你同你自己講，佢會 OK 嘅。而家你做嘅方向係啱。嗱，如果你做啱方向咧，通常你見到後果嘅喎，即係你會見到嘅，唔係要等好耐嘅。咁你唔使話我半年後啊先見到嘅，冇咁慘淡嘅。OK，你做啱嘅嘢嘅話咧，你會發覺，咦？我做下，我每日走去做下之後咧，我可能過一個禮拜、2個禮拜，我已經覺得我小朋友定咗啲嘅喎，得嘅喎。哦 ，OK， 咪但係啱啱想講，你正常嚟講，可能你都會覺得係先處理個神經系統啊嘛。但係你話啊嘛，其實神經系統一開頭時好似埋咗個種子喺入邊咁樣啊嘛，跟住就係你引發到即係引發到佢出現咗問題啦，咁樣即係個問題出現咗啦咁講。咁我透過生理、透過訓練，佢就可以知道自己身體，感覺到自己身體，然後從而可以透過探索世界、探索呢個環境，然後又改變到佢嗰種嘅言語，咁得意嘅咩？係，如果喺個語言係，當然喺個語言上面咧做得好少少嘅話咧，咁咧父母可以去陪伴個小朋友喺玩嘅時間咧嚟到去形容。講佢依家做緊嘅嘢，咁嗰個為之語言嘅刺激，可以喺嗰度幫到個小朋友。但係你淨係講呢個，你唔開佢神經系統咧，其實佢入得好慢。你開咗佢神經系統咧，你講嘅嘢咧就會入到去。咁而我哋生理同心理嗰兩條線咧，喺度互相喺度影響緊嘅。你條生理線強翻啲嘅時候咧，你嗰條心理線咧，你亦都會喺個互為影響之下咧，條心理線咧會發展得好啲。我最後想問一個問題就係，因為我哋今次係講到呢2集都係講1至3歲啦。其實0至1歲嘅時候，我哋係處理唔到噶嘛個小朋友。
0至1歲，當你喺唔知點處理嘅時候啦嚇，你首先做強化嗰個神經系統，就一定冇錯嘅。只不過嗱，我哋又再臨去睇一睇啦。喺0至1歲，你有好多障礙咧，你未必係好發現到啦。不過咧，如果講自閉症，因為佢哋有感官上面障礙，佢哋其實0至1歲好可能已經出緊啦，別敏感啊，有啲嘢，不過我哋唔知啫嘛。所以父母嘅觀察就係，我見到有啲嘢，大部分嘅小朋友都唔係咁，我嘅小朋友係咁喎。嗱，呢一樣嘢係我哋可以去知嘅，父母未必細緻到可以理解，唔揾人問咯。咁去到依家都係，你嘅觀察就係咧，我大部分嘅小朋友都唔係咁喎，零零舍舍，我個小朋友出咗一啲嘅情況喎。係，我覺得呢個即係臨尾嘅提醒好好啊，因為有陣時係父母係知道嘅。不過第一可能係唔想接受啦，我都見到幾多係唔想接受啦。第二就係覺得佢遲啲會好嘅，或者遲啲發展就會得㗎啦咁樣。但係反而我覺得，如果越早發現，真係越早揾一啲嘅專家去幫下手，其實可能係要處理係會越再容易多一啲啊咁。好，今日時間喺呢度差唔多啦，好叻啊小月，下次傾，拜拜。